1，好。今日係2025年嘅11月17號，夜晚11點05分。我即將喺今個禮拜3 19號挑戰8848。咁你呢部車成部車係點樣啊？咁我嚟介紹下呢部車。首先咧，呢部車係一部 Astro 嘅400 54 size 黑色。然後好前面磨頸位都係用原裝，把部係用菊花嘅，件係用歐式裙，然後加埋一對低花護航。咁講一次啊，今次係我嘅計劃係3/4就3/4，1比1嘅ERV。講。其實點解我要踩8848咧？係源於好細個嗰陣時，我睇 Water Story， 我發現佢夜晚喺度踩車，我問佢踩乜嘢，佢話踩8848。呢個 story 令我好印象深刻，我覺得我人生一定要做一次。年少的千千翅膀，迎向這金色陽光，風景多美，天多闊，誘惑我去偷看，浮躁不安的我們，無法不憧憬桂冠，揮出的棒想擊破阻隔着視野的門，前路更寬。這生命給我用兩眼長，因為舊年曹時1完成佢係2347。曾令你挫敗泄氣，但你拒絕放棄，最後信念會漸覺醒。願你知每步每步和誰奮鬥，別再有未能動搖命運之手。若結果偏不如意，始終無悔，拼命過去追8個鐘頭到5500半。別再有別人未明白自己傷口，為了擁抱難以成真的美夢。你話這是幼稚，請幼稚試一試。依家嚟到晏晝嘅3點鐘，3點10分。蕭總依家總共嘅爬升係5050米。依家係5100米尊重。5100米，依家係食個飯先。而家係強制蕭總食飯。係強我制食個飯先。應該解釋翻，我哋啱啱有一半時間都唔知去咗邊度，因為去咗幽景嚟。因為前面呢度斬樹，前面呢度斬樹封晒成段路，跟住我唔知封幾耐，跟住我哋去咗幽景嚟。我用咗半個鐘時間去幽景嚟，跟住我發現踩一轉得個60爬升，搞唔掂，跟住我哋兜翻嚟，發現呢度已經解封咗。而家係9個鐘頭06分鐘，目前距離係150公里，爬升5600度啦，5600，然後開始落雨啦。可以，加油，蕭總。常掛起天真笑容，迷信有一天成風，高舉手套想捉千里外幻變彩虹，還是撲空世界捉摸不定，曾令你挫敗泄氣，但你拒絕放棄，最後信念會漸覺醒。唔係話唔好力。但係
都係比唔出嚟。願你知每步和誰奮鬥，別再憂未能動搖命運之手。若結果偏不如意，始終無悔。最後一天啊！真男人，真男人。願你知每日每夜為何戰鬥，別再憂別人未明白自己想前面兩支半。相信捱過明天的思念，會在背後發現天際聚滿飛燕。踩未，肖總？你完未啊？你完未啊？喂！哦！肖總飲啖先。可以，肖總。啊！耶！小心些，小心些。你知道會唔會？我應該慶祝。耶！我部車啲件應該爛晒咯入邊。好開心啊！肖總快！今日同小眾一齊完成800-400啦，好開心啊！覺得。耶！拍嘅。人都幫我睇到。 Tommy！ 好着住啊！你龜背喎，而家係6200一頭。有冇感想？我頭暈眼花。